苏小姐，医生，怎么样？别紧张，你坐。You are the lucky one。我？对啊。你可以走了。你可以走了。Get out！来，给我吧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我提醒你啊，怀孕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尤其是你一个单身女人，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呢。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要为这个孩子想一想。将来他长大了，万一问起你爸爸是谁，你怎么说啊？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想过了，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孩子跟我很有缘吗？好像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迎接他的到来。我想好了，就算以后问题很多，我苏芒的孩子一样能扛得起。你那么务实一个人，怎么突然那么感性？你还不如说将来有可能跟他的父亲来个浪漫邂逅，这样可以写本小说了。玲姐，这毕竟是个小生命啊，我没有权利，也不能决定他的未来。我只知道，他的未来必须有我这个妈妈。上帝啊，求你赐给这个傻女人一个好男人吧。走吧，走，来给我。没事，回来。走了。珊珊，哎，唐明哥，好久不见。
真的是你啊！这是……哦，我刚送走郑楚。哦，那我们的事儿你都知道了？嗯。干嘛？愁眉苦脸的，搞得跟你分手一样。你看我们现在不是都过得挺好吗？是啊，我是觉得很可惜啊，毕竟你们俩那么长时间了，郑楚还是很爱你的。好了，分手了就不要再提了。怎么样？这次回国打算待多久？不打算走了，留下来工作。那挺好啊。嗯，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好啊，那我搭你电车，我请你吃饭。不用，要请也是我请。来。累吧？你看，都是黑眼圈。哎呦，是啊，经常飞夜班都飞成熊猫眼了。我是不是变老了？变了，变成大美女了。我还记得我出国的时候，你跟果果都是刚毕业的小丫头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你呢？这2年在国外怎么样？老样子，好山好水好寂寞。你堂大公子能寂寞呀？你不会一直单身吧？我猜对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那说好了，一会儿没什么事情一起吃饭。好啊，不过说过了，是我请客。哦，不跟你抢。不过你要先送我回家换身衣服。嗯，好。喂，托尼，我人在三亚呢。什么？果果也来三亚了？那我已经看见他了。先生，要接机服务吗？你们公司怎么会放你出来祸害人间呢？我是良好市民，要祸害也祸害你呀。哪儿来的这么骚包的车呀？骚包的车正好配你呀。走吧。我有言在先啊，你不能一直跟踪我。呵呵，我都说要追你追到天涯海角了，不有点行动，那叫追吗？那咱们就这么定，你好好度假，我好好工作，互不干扰。你要是过分啊，我就打电话给技师报告你的行踪。那就太好了，正合我意。你愿意，我也不怕啊。走吧。说好了，只是负责接送啊，别再赖着我了。哎呀，送佛还得送到西呢，何况你是我男神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万能胶，沾上你，你就插翅难逃。你爸在这不是有酒店吗？你为什么非得跟我住一个酒店？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！行李员，拿行李，快点！先生您好，黏着我很欢迎来到热。喜来登度假村酒店视察工作，这是您的身份证，谢谢。您的房间已经帮您准备好了，房间号码是2659，这边是您的房卡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哎呀，你不要拿我！不好意思啊。不行，必须按我说的做。看看你，对，行，就这样吧。到了。哎，我说唐果果，咱们两个住的这么近，你可不能影响我休息啊，更不能大半夜的出来骚扰我，听到没有？请把本小姐的行李放进去。蹬鼻子上脸。
行了，自己慢慢收拾吧，别再给我找什么麻烦了啊！你别走啊！你不是体验师吗？把我房间体验一下，从床开始吧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不要再给我找麻烦。啊，那这样吧，晚上陪我吃晚饭，要不然你一工作起来哪想得起我哟？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大明星，对不对？你跟我这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？麻烦你松开，松开！我知道，这样吧，酒足饭饱之后还你自由 ，OK？ 哼。就放在这儿吧。哎，林姐，我到啦，这里的空气简直太舒服了，要不要也来啊？行啊，这么快就恢复了，你果然是打不死的小强啊！那是，让这些臭男人滚蛋吧！哎呀，我好不容易出来度假，当然要好好对自己啊，绝对不能亏待我自己，是不是啊？你还喝呀？酒没足饭没饱，不能走，知道吗？来，干一个。行，你真是作死人不偿命。看你这吃相子啊，这要让狗仔拍下来，你形象就全毁了。哪来的狗仔还能叫到三亚来？你呀、告诉你啊，今天好好陪我，继续。你就别扯着我胳膊了，好不好？胳膊都快让你扯断了。这么美的风景，你还不好好享受，就知道工作，多招人烦啊！咱俩不知道谁招人烦。你呀，你呀，你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我不用你送，我真的不用你送，你老老实实的出去。来，小心别被门夹着，好不好？哎，行。什么呀？刚办的卡就消磁了。哎。不好意思，郑先生。究竟是卡的问题还是锁的问题啊？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，祝您晚安。你谁呀？你干嘛进我房间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好吗？这明明是我的房间。哇，服务员帮我开的门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的房间呢？你放松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，给前台去个电话，就都弄清楚了啊！你别过来，真的，我给前台打电话。我来打。喂，前台吗？我房间进了个变态，你们赶快过来一下。
不是，小姐，麻烦你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，不要随随便便骂人好吗？事情还不够清楚吗？我有我自己的房间，我变成了变态。你大半夜跑我房间来，你不是变态是什么？你是好人呐？咱们先把房间到底是谁的弄清楚再说，好吗？你们酒店怎么回事？楚楚，来这个好吧，来。哎，这样好吧？哎呀，你别好紧哟。你谁呀？帮我证明一下。这证明什么呀？你是他女朋友是不是？赶紧把你男朋友带出去，离开我房间，不然我报警啊！哎，我说这位大姐，你是不是总说房间啊？还是你等前台来以后再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楚楚品味很高的，不会看上你这样的女人的。你们俩很般配嘛，一个变态男，一个傻萝莉，真是天作之合呀！谁？你怎么又骂我是变态啊？你是不是来勾引我们家楚楚的？什么勾引？勾引，不是谁都跟你一样口味那么独特。什么叫？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呀？不，什么呀？这是？别，你也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这样，你去帮我催一下前台，他们赶紧上来。哎呀，帮忙啊！老女人，你也给我滚出去！你能不能说话有点礼貌啊？请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不可以让一个危险的男人留在我房间。嘿，我说话你没听见啊？你放心，你不是我喜欢的款，你太粗鲁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房间的确是我的，我用我自己的名字登记入住的。我姓郑，叫郑楚，郑和的郑，楚留香的楚。啊，我的职业是一个旅游体验师，我来这是工作的。你是体验师？你知道这个职业？楚楚，我带他们经理来了。啊，快点给我们一个解释吧，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苏小姐，这间房间确实是郑先生的，我是在确认了他的客户信息后才过来给他开的门。怎么可能？如果不是我的房间，为什么我的卡可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啊？是不是出现了 double check in 的问题？不是这样的，苏小姐，您的房间在2620，在走廊的尽头，所以真的不是 double check in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想可能是两位拿了房卡以后产生了某些误会，所以才导致这种情况。不可能，我跟他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误会？麻烦你给我一个更好的介绍。那我是一名旅游体验师，我来你这里视察工作，你让我碰到了这样的问题，你说我该如何给你们酒店打分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拿错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既然是误会，干嘛这么没完没了的？大不了我换个房间不就行了？啊，别！我据理力争，并不是要把你赶出这个房间，而是要证明我不是一个变态。他的房间是几号2620。OK， 我就住那个房间。楚楚，你就这么算了啊？他骂我们，骂我傻萝莉，骂你变态男，别走啊，楚楚！你报警啊！报警！行，我拿下行李。这个，你等着，我们报警。哎呀，麻烦你起开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很困，我想睡觉。那我肯定先走了。走去哪儿？你开门啊！谁呀？怎么是你呀？一大早找人请吗？你懂不懂礼貌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坏你的好事了。你男朋友呢？你有病吧？
谢谢你的配合。起得挺早啊，我正找你呢。不用为昨天晚上的事情向我道歉，我不会跟女人计较的。自作多情，你的钱包昨天落到我房间了。谢谢啊，我以为他被偷了，害得我找了一晚上。赶紧看看啊，有没有少东西，别到时候讹我。说话就不能温柔一点？温柔，那得看对谁了。哎，这好像不是你的位子吧？你要是不同意我坐在这儿呢，我就端着盘子站在你身边吃饭。哼，你这个人可真够无赖的哈！分享是一种美德。昨天晚上呢，我把房间让给了你。今天早上你拾金不昧，把钱包还给了我。我们共进一顿早餐，彼此就成为朋友了，行吗？你脑子没事吧？我跟你好像连陌生人都算不上。相逢是缘分啊。不过说到这儿，我还真不知道你叫什么。薯条吃多了会老化皮肤的，啊，尝尝我这碗汤吧，这是这个酒店的特色，很不错哦。我怎么知道你在里面有没有下毒啊？你太能脑补了，我是一名旅游体验师。这个酒店呢，从床到餐每一个细节，我是最有发言权的。我是诚心诚意的向你推荐它这个酒店最好的东西。这功课不错嘛，睡睡觉，吃饭，洗洗澡就完事儿了，很轻松啊。没你想的那么轻松。一年365天，我大部分的时间呢，都住在酒店里，自己家的床一年都睡不到几次。你看着我在享受，其实我无时无刻的都在挑错。我挑错的目的是帮你们游客把关。我说到这儿，你能体会到我这份职业的痛苦吗？体会不到。我只知道，如果你不愿意做呢，可以不做，干嘛那么多抱怨呢？我不是抱怨，我只是在向你阐述我工作的重要性。好了，那不聊这个话题了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这个酒店的客房怎么样？床不够软。啊，床的硬度跟透气性是有硬性标准的，太软的会伤到你的脊椎，会影响睡眠的。还有什么别的吗？什么别的？没了。比如说马桶啊，或者是淋浴头啊。我是来度假的啊，不是你的工作对象，别打扰我吃饭。聊聊天嘛。楚楚，你吃早餐怎么不带我啊？你不是平时都得睡到中午吗？这女人怎么在这儿啊？吃早饭了。我吃完了。你还没怎么吃呢。突然呢就没心情了。简单聊一聊，我的钱包是他还给我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不能知道。楚楚，你又不游泳，我也不会游泳，来这儿干嘛呀？我来这儿是工作，你觉得无聊，你可以在房间里待着呀。哎，小朋友，不能乱跑，知道吗？这是水池边，很容易摔伤的啊。我奶奶就在那边啊。哦，奶奶在那边啊，那你慢慢走过去好不好？不要跑了啊，听话啊。拜拜，去吧。这儿怎么连个管理人员都没有？嗨，帅哥。太不像话了。看什么呢？还说是工作，我看你是来看美腿美胸的吧？人家跟我打招呼，我是出于礼貌，什么美腿美胸？你看，这也不光是美腿美胸嘛，不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穿着长袍大褂跟那装修女的女人吗？你说谁修女呢？我说她呢。你说谁是修女呢？嗨，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不是跟踪我们家楚楚来的？哪儿都有你啊！果果，你可真逗，这是酒店，是公共场所。呵呵，真那么巧啊？楚楚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啊？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，彼之蜜糖，吾之砒霜。你怎么那么不自信呀？干嘛总怕别人抢你男朋友？你给我站住，说清楚！
楚楚，我不会游泳，楚，救命啊，楚楚！麻烦你站起来好吗？对，你可以上来了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？慢点啊！老女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我不会游泳啊？你把我往下推！好了，我有故意的。行了，你非要拉着我，所以你才……泳池边连个防滑垫都没有，这老人小孩走在旁边掉下去怎么办？对不起啊，这是我们的失误，我们马上解决。赶紧改善，知道吗？哎，好的。现在知道我们这个职业的重要性了吧？不好意思啊。回房间了啊，换衣服去。严小姐你好。杨店长，你给我报一下你们上个月销售的前3名是哪几个款式？一点红系列、粉钻，还有一个炫彩。好。那你把具体的销售报表给我拿来看一下，我跟其他的分店比较一下。好，请稍等。先生您好，看一下手镯吗？随便看一下。好。先生您好，我看您转了半天，是想给长辈选礼物吗？我想为母亲选一只手镯。哦。小邓，麻烦拿这款对镯给先生看一下。先生，您看这款怎么样？这是我们专门为妈妈们设计的，意义是青春永驻。样子虽然简洁，但做工精细，口径、尺寸都是可以定做的。我母亲确实喜欢简单的设计，不过对镯是2个人要戴的。这就是我们艾迪尔设计的用意。对镯可以送给女儿，也可以送给儿媳。我们希望她能够传承母爱。那就它了。没想到你们店员对设计那么了解，不买下太可惜了。严小姐可不是我们的店员，其实这款对镯的真正设计师就是……谢谢您的夸奖。其实我们这里的员工对这些都很用心的，而我对这款对镯的了解，那是因为我是它的设计师助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款手镯确实有新意，谢谢。那是当然了，严小姐可是很有天分的。谢谢您的夸奖，希望这款对镯您的母亲能够喜欢。小邓，带先生去开票吧。好，先生这边请。谢谢你啊，他肯定会喜欢，因为我确实有个妹妹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小邓，你以后说话可得注意点。我就是看不过去嘛，以你的天分，做助理太委屈了。哎呀，我都不介意，你就别给自己惹麻烦了。再说了，公司这么做也是想让我多磨练嘛。忙吧。好。您慢走。喂，珊珊，有什么事？唐明哥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家水管爆了，给物业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你能帮我来看一下吗？你把那个总闸关了吧？总闸，我不知道在哪儿啊。好，等着吧，我马上过去。哦，好，我等你。Welcome to Charles & Kate。我们的镜片都是专业镜片，100%紫外线防护，请随心选购。哎。
哎，唐明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哪儿的水管爆了？这边。哦。不好意思啊，还麻烦你跑了一趟。没事，一个女孩子肯定不会修水管。来。不是你就不要跟着我了吗？我是要工作的。你出去玩就这样。啊，你们一会儿要去哪儿玩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。你不是旅游体验师吗？我想咨询一下，三亚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我准备去大东海看一个新的线路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一块儿去。什么？好啊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叫我名字好了，我叫素芒。苏小姐。楚楚。哎呀，咱这也算认识了，你就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了。可是我那跑车坐不下3个人呐。坐不下那就不坐喽。我说你笑什么呢？哦，朋友圈有人发了个视频，有一个小朋友被气哭了。我是大姐啊，这下面呢是我跟楚楚的私人对话时间，请你自动选择屏蔽。哦，好。楚楚啊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考虑什么？你又忘了呀？不是，你一天跟我说800件事，我哪知道你要说哪一件？去我爸酒店工作的事儿啊，你不是要辞职了吗？以你的经历去了肯定是经理的位置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又不是找不着工作。你要有这闲工夫劝我呀，还不如劝劝你哥，让他赶紧回家当继承人。哎呀，你找来找去，不就是在豪华酒店吃吃饭、睡睡觉吗？你把人都给睡丢了你。我的职业是时尚旅游体验师，吃饭睡觉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为对方付出的再多，如果不是他想要的，他一样会离开你。这跟干什么工作没关系。反正在我看来，你这个什么体验师，就是鸡蛋里挑骨头。你整天在豪华酒店跟你的老房子频道切来切去，你不累啊？不累。你喜欢这工作，不就是因为人前风光吗？早上别人对待你就像对待大爷似的，晚上回到你60平的小房子里，你精神不会分裂啊？照你这个理论，那银行点钞员下班以后都得回家自杀啊！不是大姐，你偷笑什么呢？偷听我们说话是不是？反正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吧。以后呢，别再跟我提去你爸那儿上班的事儿了。你跟你哥都能冒着跟家里翻脸的风险，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也向往自由，我也想过自己梦想的生活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事儿以后再议，行吗？嗯。楚哥，我听说 C Trip 派来的新总监是个女的啊，不，是个女博士，和女人都不是同一个物种。小顾，你是脑残吗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个女的外号是毒蜘蛛，据说是个超级女魔头，一不小心就吸干你的血。大姐，你又笑什么呀？又跟你有关系了是吗？你在跟我说话呀？大家自求多福吧。
行了，到地儿了，走了。谢谢啊。你要对这不熟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。楚楚，我们还得租游艇呢，来不及了。你们玩吧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啊，这边。有人吗？师傅，你们要租船吗？哦，对，船都已经出去了，只有这一艘已经搁浅了。明天再来吧，谢谢啊。唉，没事，找我哥，他认识人。哎，你哥那么忙，他哪顾得上我们啊？喂，梅哥，我想租游艇，你在三亚不是有朋友吗？你帮我联系一下吧。你等会儿，我在忙着呢。你干嘛呢？我在珊珊家帮她修水管呢。你怎么跟他勾搭上了？你别胡说，我挂了。你看我说你哥很忙吧？是，很忙了，忙着养殖业呢。养殖业？是，养狐狸。听说些我听不懂。好了，随便逛逛了。啊，厉害。这条毛巾是新的，擦擦吧。快出去坐一下吧。坐一下吧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乱。没事。我真没想到，你不仅会动手术，还会修水管，太厉害了。没有，我一个人在国外什么都没有修过。不过这算小 case。哎，你这个衣服这么擦也不是办法。对了，我有个烘干机，你脱下来我帮你烘干一下，很快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吗？没事没事。好吧。你看我先去换件衣服，刚才太慌了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哎，对了，你一会儿没事吧？正好我今天休息，给你露2手啊。很快的。好吧。我都没帮什么忙，还来蹭顿饭，看你手艺不错。你以为我是你这种公子命啊？我妈走得早，我一向就很独立的，好不好？珊珊，手机在响。帮我看一眼是谁？陌生号码，尾号是9261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再打电话了。郑楚说你们分手了，我挺担心你的。我分不分手是我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可是郑楚这个人不错，你我们还用说第2遍吗？分不分手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别多管闲事儿。爸也挺担心你的。我没爸，你俩能不能不管我的事儿了？珊珊，你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刚刚啊，看火候差不多了，就把菜盛出来了。谢谢。看你脸色不太好，谁来的电话？没谁，一个非常讨厌的人。走吧，吃饭吧。好。喂，你在哪呢？我在沙滩上散步呢。怎么？领导远在海外，还不忘了督察工作呀？你给我严肃点，你跟我说说，有反应了没？什么反应？还能是什么反应？当然是肚子啊！大姐，我刚怀上，能吃能睡，就是没反应。那是我干儿子，人好乖，不想折腾你，贴心着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饮食千万要注意，什么火锅啊、烧烤啊，这些都不能碰。你可别让我的干儿子感染什么病菌啊！
那要怎么办呀？晚上我还要参加篝火晚会呢。篝火晚会，吃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微服私访。这边。好了，有了。果果。篝火晚会呢，是我们公司需要测评的重要环节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都说了7、8遍了。完了。啊，好香啊！哈哈，帅哥，洗澡的时候觉得热水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挺好的。你觉得这个酒店整个的居住环境以及服务设施好吗？还不错。觉得酒店的床舒服吗？挺软的。是吗？帅哥觉得洗澡水好不好？挺好的。好巧啊！帮忙做2个问卷调查吧。好。第一个问题呢，你对这个篝火晚会满意吗？还可以。那有烧烤味你不尝吗？就觉得味道不好吗？我晚上呢喜欢喝点维他可可，吃点清淡的东西。很注重保养啊。稍等一下，律师。啊？你好，你怀孕了？对呀，都7个月了。烧烤吃太多对胎儿不太好吧？那怎么办？这儿只有烧烤，没有别的了。这样吧，我联系一下后厨，给你安排一些清淡的食品，好吗？哎，谢谢，你们真是太细心了。你的座位在哪儿？带我过去吧。在那边。来。Hello， 苏总。哎，对了，你明天去机场，需要我帮你安排车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都搞定了。哦，好的。那如果没有什么事，我就先去忙了。哎，有个事情我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喂，陆总你好，我不用休息，5分钟后会议时间。今天让大家来，主要是为了认识一下新同事。刚从英国分公司调回来的旅游事业部新总监苏芒。旅游事业部是我们集团的重要部门，现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，很多新路线和新项目都需要基调部门做先导，打先锋。所以希望其他的部门能够积极的配合苏总监，及时做到互通有无。特别是市场部当然了，苏总，我相信你很快就需要我们的帮忙，到时候有什么需求，尽管提。苏芒，等一会儿让秘书小刘带你在公司看一看了解一下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会议的下一项议题。您是郑先生吧？是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酒店宣传部的叶经理。你好。这是5万块钱，您收下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点小意思，其实呢，还想请您帮个忙。我知道您是这次负责评分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打个满分。我们特别重视与 MG 公司的合作，这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。这钱我不能收，该打多少分我心里有数。郑先生，您看这儿也没有什么人，也没有摄像头，
只有你知我知。哎，郑先生。苏总，是的，他没有收。这小子还真够倔的。苏总这边请，这就是我们的旅游事业部，这个是我们的会议室。平常我们的工作会议都是在这儿说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谁知道？你找谁？董佳佳，你到公司3年，先后轮了3个职位，最后到我们部门，还差点因为违规被开除。我说的对吗？我喝的放下，我吃的放下。那个别说话，早餐还粘在牙上呢。你叫顾源。嗯。原来在公司行政部门做文员，到这里以后一直业绩平平。你是这个部门唯一的博士生，一直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是吗？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希望在公司看到有一丝懒惰的气息。这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。苏总，我是总监秘书。温萌萌，以后不要化这么浓妆，不要穿这么性感的衣服。这是公司，不是你晚上要去的酒吧和夜店。好了，我想你们对我已经有所了解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对工作要求非常的严格。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把旅游事业部的工作做好。废话不多说，继续工作吧。啊，我换件衣服到我办公室来。看看，这就是黑蜘蛛啊，把人祖宗8代底细都套出来，分明就是蜘蛛精，好吧？句句带血，字字带针啊，那吓我心跳都快没了，太变态了。还以为女的好说话呢，没想到比那赫赫还难伺候。你们俩自求多福吧啊！你自个儿扒皮，不能紧跟着跟你。就是，还说我呢。苏总，我换好了。我这里也换了。啊？这些家具颜色太压抑了，马上联系家具公司给我一些参考，费用我来出。还有，要最环保的材料。哦。哎，知道刚才黑蜘蛛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要自己花钱把办公室的家具换掉。嗯，换就换呗，他乐意换多少换多少，我们又管不着。你看你那笨样儿，现在是换家具，之后就是把你全都换掉。哎呦喂！凭什么呀？要换第一个换他，看他走那样，天天的。不是，楚哥到底在干嘛呢？打电话又不接，都这个时候了还出什么差呀？要我说，现在赶紧回来面见现在的这位主子才是正事儿。你呀，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楚哥那愣头青，回不回来都是一个结果。不管是哪个总监来，最后呀，我们都得给他陪葬。你说他每天在外面游山玩水，就把那个票子给挣了，哎，逍遥自在。现在肯定乐不思蜀呢。董佳佳，我说你能不能别墙头草了？哎，话说回来了啊，看见没有？什么叫真土豪？说换就换。咱们什么时候能这么过瘾的败了家呀？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败家。哎呀，楚哥，黑蜘蛛已抵达公司，紧急！哎呀，还有2个小时才登机呢，那么早拉我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早到好过晚到吧，飞机又不会等你。不是还要再待几天的吗？那么早回去干嘛呀？小顾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们新任的那个总监呢已经就职了，说他新官上任3把火，大家伙也都招架不住了。我怎么不相信有那么厉害啊？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个大芒果让我抓狂，就没有别人了。苏芒也没得罪你。你倒是叫的挺亲热啊！啊，
不是怎么？那我怎么称呼人家？小苏、小芒，这么叫你不是更不高兴了吗？那你不打算辞职了啊？辞职这事儿呢，我是铁了心的。我这次回去就是想尽快的递上我的辞职报告，我要重新开始。对，你得赶紧辞职，因为我爸那儿啊认你为大经理。这事儿。来粤爱牌避孕套，免费试用。哎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那个避孕套试一下吗？这新产品，试用一下。哎，试试。你在纠缠我报警了啊！让！您试用一下。哎，先生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塞了吗？塞了好多呢。塞了就行。来，师傅，放这儿来。哎，这不是咱们办公室那些家具吗？哎呦我天哪，郑楚老师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不知道呢是吧？黑蜘蛛办公室大换血，看到没有？上到办公桌，下到小抱枕啊，台历、书签、垃圾桶全换个遍。也太能作了吧！瞎说什么呢？你有病吧？来，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。没准这些师傅都是他的眼线呢。你是没见过黑蜘蛛这个人，等你见了呢，你就不会在这嬉皮笑脸了。搭把手来！不好意思，师傅，你小点先。不好意思啊。怎么了，楚哥？哎呦，你这腰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回预感非常不好。那当然了，总监换了，家具也换了，项目手法咱们都换了，就该把你先换了。啊，你们怎么都搁那站着呀？啊，哎，外边那个家具大换血看见没？公司内部整顿，新来的总监说了，这回评估考核，无论是谁，最后一名直接开除。但好像跟你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哈，你马上就要撒手不管我们了。郑楚。总监好，我是刚刚出差回来的郑楚。艾拉说你有事找我。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样？出差顺利吧？是，不，还行。那好，简单汇报一下你的工作吧。给你5分钟时间。对不起。我已经把我的工作报告发到了公司的邮箱。他说了，三亚你不也在？是啊，我在。你借着工作之名带着小女朋友去旅游，我都在。不是苏总，对苏总。第一，唐果果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第二呢，她去三亚纯属个人行为，并不是我带她去的。再说她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。希望您不要否定我的工作态度。你觉得体验师就是测评考察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
这些都是前总监留下来的，都是之前酒店投诉你的。好好看看吧。跟客户维系良好的关系，也是一个优秀体验师应具备的素质。你呢，跟我们几家合作的酒店关系都弄得那么紧张，这就是你工作的价值，是吧？好，既然公司跟酒店对我的工作有诸多不满，那我干脆离开算了。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辞职。你先冷静。我很冷静。那好，就算要走，也要把你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好，剩下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谈。出去。哎，等等，投诉信拿回去就当留个纪念吧。促销的，便宜就买这么多呀？不是，没事，不用不好意思，都是成年人，我理解。我那个出了公司第一个路口往南有个药店，去买点药补补肾啊。不是，我这个不是肾的问题，我是腰。别太透支身体，影响工作。去吧去吧。谢谢苏总关心。楚哥，怎么回事？进去这么长时间？楚哥，你这腰不舒服啊？不是，楚哥，你这哪来那么多这个那个？你不那个这个，我是冤枉的，我都不知道这些避孕套什么时候跑我包里来了。啊！自费几个了？1个。很快就会有第二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正合我意。不是你真要辞啊？别呀，你再等等，没准这回就时来运转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而且我看出来了，新来的这位啊，跟我们上一位一样不尊重我们旅游体验师。哎，都饭点了。那行了，别想了，咱们吃饭去吧。啊，填饱肚子再说，好吧？不饿，你们去吧。行，那我们先去了。你的报告我看了，问题很多，吃完饭呢再调整一下。我听说黑蜘蛛在国外都已经嫁入豪门了，但是因为生不出孩子，所以被踢出去了。嫁入豪门还生不出孩子，哎，你怎么不说他拿了50万分手费啊？这么狗血的剧情，你自己编编自己听听就完了，你骗谁呢你？50万，50块的汉堡能买1万个呢。狒狒。